你食過煙未呢？第一支煙係邊個幫你點？有冇試過戒煙？又戒唔戒到？全世界有超過13億煙民，相當於每7個人裏面就有一個。82%嘅煙民喺25歲之前嘗試第一支煙，18.5%嘅煙民甚至喺15歲之前已經食煙。雖然超過60%嘅人話要戒，但係真正成功嘅唔夠10%。煙草每年致死700幾萬吸煙者，因為二手煙致死超過160萬人，合計超過860萬人一年。每到中午休息或者係落班嘅時間，寫字樓樓下都會見到一班人喺度煲煙。同事之間熟唔熟唔緊要，第二支煙就係最快嘅破冰方式。你攞一支出嚟，我借個火俾你，瞬間好過加好友。喺好多地方，婚禮不僅要敬酒，仲要敬煙。新郎將一支煙點上，遞俾長輩親友，氣氛即刻到位。如果冇敬煙，反而顯得冇禮貌。唱 K 本來就熱鬧，有人唱情歌，有人食悶煙，氣氛烘托到好到位。只不過空氣質量直接爆棚，呢啲場景荒誕卻真實。煙就係咁樣將13億人串聯成一個龐大而穩定嘅社群。有人講，煙民就係世界上最忠誠嘅一班人，佢哋可以換工作，可以換女朋友，可以換男朋友，但手裏邊嘅煙好難戒得甩。人人都知道佢唔好，但冇幾個人可以成功退出。根據世衛組織嘅數據，全球超過60%煙民都話我要戒煙，只不過今日話最後一支，聽日繼續買一包。點解戒煙咁難呢？每食一啖，尼古丁10秒內就可以衝入你嘅大腦，帶嚟短暫嘅愉悅，但係呢一種愉悅好快就消失。大腦會叫你再嚟多一啖，於是乎你不斷循環，結果越陷越深。除咗身體依賴，仲有心理依賴。返工眼瞓嚟一支提神，同領導傾偈嚟一支搵下話題。一旦戒咗，短期內身體就會出現戒斷反應，頭痛、易怒、失眠、暴躁、注意力唔集中。有人甚至覺得我冇煙就唔係我。呢一個就係尼古丁嘅戒斷症狀。對大多數人嚟講，幾日之內就可以令你崩潰。於是好多人又忍唔住，又點上一支，話俾自己知就呢一次，然後前功盡棄。好多煙民感嘆，戒煙比減肥仲要難。減肥係你同嘴作戰，戒煙係你同大腦作戰。另外，有人覺得我食咗10幾20年戒都冇用，其實係最大嘅誤解嚟㗎。科學研究已經證明，戒煙20分鐘，心率同血壓開始恢復正常；戒煙12小時，血液裏面嘅氧氣恢復正常；戒煙2個星期至3個月，肺活量提升，咳都減少咗；戒煙1年，心臟病風險大幅度下降；戒煙5至10年，中風同多種疾病嘅風險接近唔吸煙嘅人。換句說話嚟講，唔理乜嘢時候戒，身體都會回血。煙從來都唔係你嘅朋友，戒咗佢啦。其實就係俾自己一個新嘅開始，唔理你食咗幾年或者係幾十年，永遠都唔會遲㗎。因為嗰一啖新鮮嘅空氣，可能就係你俾自己同屋企人最好嘅禮物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下期想睇乜嘢？可以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